可憐嘅唐納德。70年代，心理學家進行咗一項關於唐納德嘅實驗，參加者被分為兩組，閱讀一篇關於唐納德嘅文章，內容模糊且中性，無法形成明確印象。隨後，工作人員話俾參加者呢個係一個記憶力實驗。第一組接收到正面詞語，如有自信、有活力等；第二組則接收到負面詞語，如自大。喺記下呢啲詞語之後，工作人員詢問佢哋對唐納德嘅感受。結果顯示，記下正面詞語嘅參加者對唐納德嘅印象較為正面，而記下負面詞語嘅參加者則對唐納德嘅形象較為負面。呢個實驗顯示，我哋嘅判斷常常膚淺，易受他人同環境影響。例如，若果先接觸正面事物，對隨後無關嘅事情亦都會產生正面感受，反之亦然。呢一種心理效應不容忽視。比如喺寒冷嘅冬天同某人初次見面，我哋可能認為對方冷漠無法交心，但實際上佢可能熱情如火。呢個就係初次見面效應。